要為新 project 提交 Form BA4，首先喺登入後嘅 landing page 揀 Create New Submission， 再揀 Building Works， 然後揀 BA Form， 撳交好 Create New Project， 揀選工程類型之後再撳 BA4， 完成咗之後揀 Create New Submission。提交有4個步驟，先將基本資料填妥。再填寫 Form BA4。當你完成填寫表格、刷新頁面、PDF 檔形成之後，就可以進行簽署。要簽署 BA Form， 撳按鈕後，系統將顯示 BA Form 入面所需要簽署嘅部分。你可以按下按鈕進行數碼簽署，然後選擇其中一種簽署方法以執行數碼簽署。完成後系統會顯示簽署成功。如果需要其他 ESH 用戶簽署，例如業主、註冊結構工程師等，可以使用請求簽署功能，並選擇簽署人嘅姓名以通知該用戶簽署。其他 ESH 用戶亦都可以登入其註冊帳戶進行簽署。如果只係提交 Form BA4， 就可以跳過之後提交圖則同埋文件嘅選項撳 Submit。另外，如果想查閱已提交嘅項目資料，可以跟以下步驟或者瀏覽 ESH 用戶手冊以獲得更多資訊。